是赵府荣关园里的云翠庵。是，所以奴才才没拦着他。要查清楚，查查陈儿跟这个祁煜住持究竟是何关系。奴才也是这么想的。停。你们两个跟我进去看看。好，这位客官来了。我要见贵镖局的胡掌门。哦，来找胡掌门。哎，掌门，这位客官要见在下。叨扰了，是贝勒爷让我来的。哎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哟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给您请安了。王爷有命，今日小爷这里由咱们镖局接手了，诸位都回去歇着吧。啊，这感情好啊！不过王爷的敕命是让我们待在王府里呢，还是回各自的镖局啊？自是回你们各自的镖局。王爷何时再召唤你们，听我的信儿就是。嗨，好嘞，胡掌门，胡掌门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你们都在这守着。是。小爷，我传唤你来2件事。今晚你要护着我和少福进出府，然后集结你镖局的人马，跟我去劫大理寺的昭玉。劫狱？兵贵神速，事不宜迟。咱们这就走。小爷，怎么这么大的事儿，是否应该禀报王爷？一定要有我阿玛下的敕令不可吗？难道说本贝勒就指挥不动你？卑职不敢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劫狱只要劫一个人，赵府的赵宝琴。是。让咱们的人不可露出行藏，其他的事情晚上我再跟你讲。嘿，胡掌门，王爷有请。请。陈儿要你做什么？这有什么话尽管说，不要害怕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皇府辖下的镖局归琛儿管，可琛儿是本王的儿子，他归我管。说吧。是。小爷和少福晋今晚要出府，他要卑职带上人马，跟他去劫狱。劫狱？他要把关押在大理寺昭狱的秦二爷救出来。王爷，琛儿近来做事越发出乎人的意料。不过这件事他即使没有提前请示我，想必自有他的道理。胡一刀，琛儿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不过你记住了，今后再有这样的事，一定要事先禀报，不可怠慢。遵命。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琛儿要给我摊牌了。这个琛儿恐怕不是王爷亲生的那个小爷。你终于看出来了。奴才愚钝，若非小爷最近屡屡进宫，奴才的二弟一再向我警示，奴才也看不出来。皇上这盘棋下得深呐。不过也难怪他。
当年他父皇说，本王也有继承大统的资格。这话一说出口，他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王爷，其实您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布局了吧？让奴才的二弟进到宝琴王府里，还真是难为他了。那么大岁数还净身进了宫。我们兄弟俩为王爷的千秋伟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啊！这棋就要下到快将军的时候了。所以，王爷放纵小爷，他要做什么，都不要拦着，但是切记，一定要盯紧他。王爷是要顺藤摸瓜。皇上钦定的钦犯被劫了狱，赵氏妃定然会下令满城搜捕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官职，甚至保住他的性命。至于琛儿嘛，也要把那位赵府的赵二爷藏好，不然的话，岂不前功尽弃吗？那个地方，正是王爷要找的地方。血浓于水啊，只有有亲人的地方才会安全。本王也同样存着一份妄想，或许能触摸到我亲生琛儿的一点线索。圣旨下，赵石妃接旨。臣恭临圣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家已然查抄，罪犯业已伏法，然赵家隐匿之罪产仍不足查缴之数。赵石妃因此奏臣：金陵赵家老宅尚存宅地庄园，应一并查抄，以偿其罪。今朕诏谕，赵府等在赵狱待罪主犯，一律流放北陲，以昭国法。赵石妃为朕钦差大臣，迅即南下金陵，查抄赵家老宅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惊堂大人又要发一笔大财了，要带着莲二奶奶一起南下，要查清金陵老宅那边的财产，没他不成。可是皇上要流放赵家人，这很好啊，赵家的人都给流放了，惊堂大人要娶进门的那位林姑娘，从此再没了念想，到底会如了大人的愿呐。我也是最近才终于明白了。我这个女弟子啊，她与那赵府的小主子竟是一对生死冤家。不管是否婚嫁，却是要终生厮守了。你认为我为何一定要杀赵宝琴？他只要活着，萍萍就永远不会到我身边来。他不就要给流放了吗？他会跟他一起流放？不会吧？那个赵宝琴坐牢，啊，萍萍就在赵狱的大门外搭建草庐，在那儿守着。这赵宝琴若是被流放，他若是不跟他一块儿走，走到那流放之地，再搭个草庐守着他，
我就把我自个儿的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不敢，不敢。我自从进入官场，到处都是索取，时时都有所得，哪个敢拒绝本京堂？唯独这一次，我对平平百般关照，甚至百依百顺。你都看到了，我对他是只有奉献，毫无索取啊。可我得到了什么？一直到今天，我什么都没得到，我岂能甘心？大人对林姑娘确实至今尚无索取。大人是要日后索取，要把林姑娘整个给独吞了，所以大人才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住口！本京堂既已付出，自然就要回报。哪个敢跟我抢行事，我就让他死。昨晚是你救了他，可今晚我再不能见他。你今晚是不能见他，因为今晚必须要把他救出来。即使再不能见他，又何必救他？我跟着他去了，那便永远跟他在一起了。胡说，人总得活着，你那念想才能有个盼头。今晚陈贝勒爷把秦二爷救出来，你还是不能跟他在一起。齐姐姐，我的心事别个不明白，你总应该明白。我和宝琴近在咫尺，倒好像远在天涯。我这心里边如何能不想？好好好，你想什么我不拦着你，也拦不住。不过你什么时候能跟他在一起，得看把他救出来以后，这京城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你说什么？搞半天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一句都没在听啊。一时到，报平安。一时到，报平安。姑娘，你老师派来监视你的人可还都在外头？祁煜师傅也嘱咐过多回，你不能出去，更不能跟外面发生的事情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，就看看。不知道陈贝勒爷来了没有？他真能把宝琴救出来吗？哎呀！一时到。钥匙，好，跟我来，走。走。
贝勒爷，你看，在那儿。走。你是陈贝勒。钱二爷，走吧。哎，薛姐姐，教授父亲大人，我们走了。爹爹，钱二爷，赵石飞要暗杀的人只有你一个。陈贝勒，你说什么？陈贝勒，你是来救我们的？是的，伯父大人。护长们，你看，有病人不方便，咱们还是走正门吧。好，走，来。小叶，外面没了爆更的声音。你说的没错，有点奇怪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都别慌，有人劫狱，拦住他们！跟我上！走！上！外面有人！你们护送钱二爷他们退回去！快走！金堂大人，本经堂的那位女弟子，她在吗？在里面，我们眼都不敢眨一下。好，是。给我看好了。哎呀，别打了，陈贝勒，你看这又死人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赵石飞这条狗设了个圈套，他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保护好钱二爷、钱二奶奶，从房上走。钱二爷，使点劲，走！钱二奶奶，使点劲，走！抱歉，薛姐姐，抱歉。弓箭手准备。傅老爷，使点劲，走！放！父亲，父亲，瞄准房顶，预备，放！当心！薛姐姐，薛姐姐，抱歉，你要当心，别让我不放心。你别走，薛姐姐，薛姐姐，薛姐姐。薛姐姐，二爷，快走吧！二爷，走吧，二爷。
大人，就是从那儿跑的。京师重地，大理诏狱，亡命之徒，劫持人犯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本京堂敕令，全城戒严，务必将讨犯缉捕归案。是。老爷，王爷。 越狱成功了，赵府的钱二爷被救出来了。不过赵府赵老爷还有钱二奶奶，他们都没能活着出来。陈二如今在哪儿？还没有发现行踪。他还会露面。他不知我已经疑心他的身份，可咱们发现的还是太晚了。他藏得很深呢。皇上让他冒充儿子这招棋，还真是一招险棋呀！我是万万也没有想到。 当年我们父子离散的时候，他还是个少年。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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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阿妈，阿妈。可这次再重逢，他已然是现在这副样子了。除了小爷的长相之外。 其他方面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呀。这些年他当我的儿子，还算孝敬，办起事儿来，大事小事也还说得过去。若不是他这几天屡屡进宫去见皇上，我还真没怀疑到他。不知他这次离去，是否还会回来呀？我倒是希望我那亲生的琛儿能回来。 哪怕只见上一面也好啊！咱们啊，跟着这个假的，或许就能见到真的。这几日我一直在想，也许我的琛儿还没死，或许始终被弘历深藏在宫里。也许不会吧？这么多年了。 奴才的兄弟来福始终待在宫里，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这是天大的秘密，皇上不可能让第二个人知道。倘若有第二个人知道的话，那这个人只能是贤德妃。他，贤德妃没被处死吧？没有啊。告诉来福，找个机会问问贤德妃。王爷，这有点太冒险了。只要能找到我的亲生儿子，冒点险也值得。这……林姑娘受惊了，京堂大人亲自前来慰藉林姑娘。多谢你家京堂大人，我家姑娘已经歇下了。萍萍，萍萍，嗨，我来看你，也是要把秦二爷的情形告知于你。老师请进。
哎呀，好啊好啊，萍萍啊，你的学识越发精进了。老师，秦二爷他究竟如何了？好，好，这诗写的真是好啊。老师，你放心，他已经逃出去了。他逃了，被人给救出去了。而且老师我还知道，是哪个胆敢如此蔑视王法，哼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多谢老师，多谢老师。你就那么高兴吗？请老师谅解弟子。谅解，谅解，我当然谅解。对你来说，这是个好消息。还有一个消息，也许更加好一些。秦二爷逃了，秦二奶奶她死了。什么？这个消息，恐怕是比秦二爷逃了让你更高兴吧？怎么？你不高兴吗？那我恩师的死呢？你也不高兴吗？这不可能啊！难道不是秦二奶奶占据了本该是你的位子吗？难道你的秦二爷迎娶那秦二奶奶，不是遵奉他父母之命？如今秦二奶奶死了，秦二奶奶的公公也死了，可秦二爷还活着，你等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？他们都死了，你的机会就来了，你在这里守着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但是老师，我也得告诉你另外一种结果。你的秦二爷是逃了，可他却再也不能露面了，因为他已经是朝廷的通缉要犯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逃不掉的，他必死无疑。而且你绝不会再见到他。所以萍萍啊，你最好还是听老师的话，别再想着那些毫无希望的事情了啊！你对秦二爷的情分就到此为止吧，那是个梦想，它应该破灭了。老师，学生求你。哎，别跟老师说这个求字啊！你要老师做什么，老师全都会应承的。无论如何，老爷是学生的舅舅，秦二奶奶生前与学生亲如姐妹，请老师恩准学生为他们收尸。收尸？请老师恩准。哎，起来啊！哎呀，按说嘛，这死了的有你的舅舅，也是老师我的恩师。你知道老师我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可如今老师我的身份却不便为我恩师入殓，所以萍萍，你能为他们收尸入殓，老师我还得感激你呢。多谢老师。可如今赵府已被查抄，你又能把他们的灵柩停放在哪里呢？赵府有家族寺庙，族人往生都是先停灵在铁槛寺。哎呦，铁槛寺，家族寺庙，你说老师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若在以往，铁槛寺不过是暂停灵柩之所，日后
总要由家人扶柩南下，安葬于金陵老寨墓园，落叶归根。可如今，怕是不能了。若宝亲连面都不能露的话，那也就只有我是他们最亲的亲人，或者就安葬在家族寺庙后的墓地，也未可知。哎，是啊是啊，亏着他们还有你这个亲人啊。你放心，你要做什么，老师我一定尽量满足你。老师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把这些事情料理之后，你可不许再伤心了。啊，有老师在你身边，你的好日子还长久着呢。你应该懂老师这片心呐。京堂大人果真要帮林姑娘料理后事？只要灵柩停驻在铁槛寺，赵宝琴便一定会悄悄前去祭奠。原来大人是要让灵柩成为吊饵。请君入瓮。皇上，起来，起来！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我兄弟单独在一起，不必这么多礼。哎，皇兄，这大冷天的，你怎么待在这里啊？在这儿，可以头脑清醒。哦。哎，皇兄，刚才出去的那个人，刚才，哦，他是宫监总管，监管慎刑司。叫来福，怎么了？来福，方才我乍一见他，他好像是王府里的一个人。谁？就是李亲王府的大管家，他们像极了。哼，甭管他像哪个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劫了朕的诏狱！哎，我说皇兄啊。你的诏狱冤枉了我的把兄弟，那就是冤狱啊！我呢，去劫了狱，就等于说是帮着皇兄为受冤屈的人呐平反昭雪。朕用不着你这么帮朕。皇兄啊，我还要向你讨一道密旨，你任命我为长江巡按使，钦差大臣也可以，只要是在我下江南的时候。可以调动官府的资源就行了。哼，你又要下江南？皇兄，我娶了媳妇儿都1年多了，这天天见的都是假阿玛，我总得带着媳妇儿回去见见亲爹亲娘吧。哎，朕又何尝不想念2位老人家？朕也想回海宁啊。你是皇上，你就别想了。我这皇兄是天下第1大忙人，那么皇上的心意呢？我会为你带到的。若兰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可你知道，事情就要结束了。我知道。可是这件事情的结果，就不能比皇兄心里头预想的那个结果更好一些吗？朕的莲儿若是没死，一切都还有可能。可朕的莲儿死了，可是李亲王的亲生儿子琛儿也死了。不，他没死。生离死别还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若兰，你是不是跟他相处的时间太久了？
培养出感情来。皇兄，你说呢？朕不允许。你能管天管地，还能管得了人心吗？朕是皇上，什么都管得了。皇兄，这是我的藏身之处，你的密诏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朕劝你，还是先不要离开京城。我不会离开太久，更不会耽误你的事情。吾皇万岁！若兰，朕的好兄弟，你要好好保重，千万不要让朕为你担心。知道，放心吧。又进宫了。是啊，王爷，来福说，还是秘密召见，并且让大内总管守着东暖阁的门，里边说什么事情，谁也听不到啊。说什么事情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看来，这位小爷他是皇上亲派，迁到我们王府来卧底的，这个事儿已确定无疑啊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啊，他能在我王府待下来，完全是因为我思子心切，太感情用事了。这好在是王爷当年未雨绸缪，运筹帷幄呀。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算计过他呀？怎么会呀？他派卧底，咱们不也有安排吗？而且还一时一虚，咱们可有两手呢。你敢担保他们的人就剩这一个吗？至少目前我还没有发现。我很是佩服他呀。琛儿还会回来吗？王爷的意思，奴才已经通告来福了，他日后会在宫里头留意小爷的踪迹的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王爷的意思是？我说的是在我身边这么多年的这个琛儿。他呀，这怕是先回不来了。哎，不过王爷已经怀疑他的身份这个事儿，他怕是还不知道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王爷是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我知道他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卧底，我不恨他，我失落，我很失落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王爷是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我知道他是皇上派到我身边的卧底，我不恨他，我失落，我很失落。
把眼睛都给我瞪大了，不许出差错。要是出了差错，惊堂大人饶不了你们。搞什么迷探？这里有鬼！快给我来！快！退回去！给我四处搜，他跑不远。是。人呢？我问你人呢？我问你人呢？找不着人我就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什么？没了？是，一转眼就没了。混蛋！是，卑职该死。去找，去找啊！遵命。惊堂大人怕是再也找不到了，除非他死了。我要搜遍京城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一个角落，大人怕是不能搜，更不敢搜。哪儿？皇宫。废话！跟大人作对的这位贝勒爷，出入皇宫就好像进出家门。这次，难道又是他？那大人说，还能是谁呀？哎，那位启玉住持没出云翠庵吧？京堂大人，启玉师傅请见。有请。是。给惊堂大人请安。启玉师傅，快快请坐，快快请坐。贫尼此来，乃听闻惊堂大人即将奉谕南下。大人知道，贫尼乃南人，家中来了讯息，要贫尼回去料理些事情。然贫尼苦于鞍马劳顿，不胜其劳。大人南下，楼舰大船，舒适无比。不知能否给贫尼腾出个角落来，容贫尼安身同行？哦，启玉师傅是要跟着本官的船回老家？图个旅途舒适罢了，还望大人允准。其实本官早就看出来了，这道长虽是出家人，却是金枝玉叶，大有来头。启玉师傅的老家，不会也是金陵吧？正是金陵。哦，
不会也在这赵家老宅附近吧？贫尼不知赵家老宅在哪里。按说嘛，本官与祁煜师傅总算是老交情了啊，自当通融。可祁煜师傅乃异姓出家之人，与本官同船而行，毕竟不大方便。其实，贫尼此番回南，乃奉命与家人理一理家产。贫尼曾经带在身边的3只橙瓷，如今已经有2只在大人手中了。大人若是喜欢贫尼家产中的橙瓷，贫尼便多拿些，给大人过过眼。哦，你家还有橙瓷？不下数十。哦，大人，贫尼可能与大人同船而行？能啊，能。这样，本官在楼船之上为祁煜师傅专辟一室。多谢惊堂大人。不过，本官南下之期还尚未敲定啊。不知几时可定？祁煜师傅是聪明人，本官这些日子对你云翠庵是百般关照，你应该知晓是为了什么。惊堂大人爱屋及乌，贫尼乃是沾了大人那女弟子的光。你知道就好。可他如今却不知所踪。本官猜想，他自然与那被劫持的秦二爷在一块儿吧。大人要将秦二爷缉捕归案。本官是要平平回到本官身边，好生看护他。祁煜师傅，你我同船南下之前，若是有机会见到我那女弟子，还望把本官的这番美意转告给她。一定。祁煜住持竟要与大人同船南下，为什么？你没听他说呀？图个舒服。大人信吗？我是不信，可是我也想不出他究竟有什么图谋啊。也只好看看再说。跟上！鬼，那鬼了！胡说什么呢？真有鬼！他奶奶的，真有鬼呀！起来，起来，全都给我起来！起来！我说有鬼，是有人捣鬼。真有鬼啊！去，拿铁锹来，都去，快！是。我就不信，我挖不出你这个鬼。棺材真没了！挖，给我继续挖，看他从哪边走的。挖这边。这边有洞。
没有，走。蒋老板，辛苦辛苦，里边请里边请啊。双儿姐，林哥，林姑娘，双儿姐，真的是你呀？胡掌门没跟姑娘说呀。这是我家，秦二爷、琛贝勒爷、李姑娘都在林姑娘投了就到了。林姐姐，郑霞妹子，林姐姐，惊着你了吧？这个地方啊，是我先发现的。贝勒爷把秦二爷救出来之后，就先安置在这儿了。这个地方恐怕是全京城最隐蔽的地方了。怎么，还不明白？明白什么？哎呀，这下明白了吧？不明白。哎，来，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？你让我明白什么呀？你这么聪明一个人，怎么这会儿犯糊涂啊？双儿姐和齐官，他们成亲了。恭喜齐官，恭喜双儿姐。林姑娘，那一回我说了那么多胡话，还望姑娘别放在心上。你说什么呢？过去的事我都忘了。姑娘，快去看看二爷吧。行。自从二奶奶没了，他可就更风痴了。那些条幅斗方放哪儿了？那条幅斗方放哪儿了？哎，我那些条幅斗方呢？哎，我那些条幅斗方放哪儿了？啊，宝琴，妹妹，宝琴，宝琴，林妹妹，你还好吗？好，妹妹，我很好。这下，哎，就你自个儿来的吗？薛姐姐没跟你一起啊？宝琴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薛姐姐她已然往生了。妹妹也来唬我，前日我还见了她。哎，对了，妹妹，就是你把那些条幅斗方让齐姐姐转给我的那一天，还有你写的诗，薛姐姐都看了，她是头回看到，好生赞扬妹妹呢。你是没看到，薛姐姐啊，真是好高兴，那是真高兴，真高兴。艾哥哥到了这之后一直是这个样子，他认定了薛姐姐没有死，谁劝他也不听。我觉得他可能是又眼着了。宝琴，我知道薛姐姐走了，你心里很难过。其实我们大家同样都很难过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等你见到薛姐姐的灵柩，就明白了。灵柩，哦，家父已然去世了，薛姐姐她定然守护在家父灵柩那边，可都好几天了，也该找个人替换一下了。虽说薛姐姐的身子比妹妹的好些，可也禁不住这么折腾啊。哎，也不知她的冷香丸带没带着，若是没带着，那就糟了。林姑娘，你住的地方已经收拾好了。林姑娘，房间有点简陋，还请姑娘将就一些。二爷，到姑娘房间去坐坐吧，跟姑娘说说话。瞧你说的，那是自然。林妹妹来了，我定然是要与妹妹好好说说。哎，双儿啊，哎，你就不必来了。你跟齐官成了家。哎，
不是我屋里人了，哎，不是我屋里人了，不是了。我的事儿他倒明白，就是一说到秦二奶奶，他就又糊涂了。你把她交给我就是，我慢慢劝解她，她总会明白的。那些条幅斗方呢？哎，那些条幅斗……走。哦，哎，那条……请。林姑娘，那天啊，救出秦二爷，霞儿说，可以在齐官家里先躲一躲，我好腾出点功夫，安排以后的事情。昨日，赵伯父和秦二奶奶的灵柩已然转移出来，现今已经上了停泊在运河边的船上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秦二爷和林姑娘，你们若能够可以起行的话，我和霞儿就陪着你们。哎呦，贝勒爷爷糊涂了。家父的灵柩要南下，薛姐姐如今正守护着呢。宝琴，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，啊。贝勒爷，我能不能问一声，齐姐姐为何不在这里？她是否跟我们一起南下？齐玉齐玉师傅，我是征询过他的意见的，他坚持独自南下。他一个人独行，难道不危险吗？贝勒爷如何不请他跟我们大家在一起呢？你们以前的事情，枕霞妹妹已然知道，我和宝琴也都知道，恐怕双儿姐也听说过了吧？所以大家走在一起，那些往事不是障碍。请原谅我这么说，你真是不该让齐玉姐姐独自远行，我真是好担心的。可我的话，齐玉她不是听不进去，而是根本就不听。而且她一定要跟着林姑娘的老师赵师飞的官船一起南下，说是这样方便及时向我们通禀消息。怎么会这样？她说她这么做不是为了别人，而是为了秦二爷和林姑娘。为了我们？她说，为了秦二爷和林姑娘，她什么事情都愿意做。齐姐姐，她为何这么说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呀。他要南下，还带上了少福晋。他究竟是谁呀？这个谜底就要揭晓了。可是我最想知道的，还是我亲生儿子的下落。这宫里头，来福已经在秘密打探。咱们这边呢，南下的船上，奴才也安置了咱们自己的人。好，给胡一刀传令，让他紧紧盯住陈贝勒，密切留意我亲生琛儿的行踪。一有消息，立刻通禀。是。你们路上一切要小心。是，知道了。你也要保重啊，一路平安。保重，保重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平安的。谢谢。保重。
放将，西方，起帆，出发。满桨满帆，如何有2具灵柩？宝琴，猜猜哪个是薛姐姐的？小心！薛姐姐，薛姐姐，宝琴，要保重，别让我不放心。定然是这个，这里是薛姐姐。薛姐姐生前最爱蝴蝶，便是那柳絮词，也把柳絮比作蝴蝶。白玉堂前春谢舞，东风卷得居雨，风团蝶阵乱纷纷，几曾随时顺，岂必为芳尘？万缕千丝终不改，任它随聚随分。韶华休晓本无根，好风凭经历。送我上青云。我始终不知，这首柳絮词是不是薛姐姐自己的写成？表面看上去好像真实的，薛姐姐她待人接物不亲不疏，不远不近，可厌之人莫见冷淡之态，心中生涩；可喜之人亦未见礼密之情，心中生涩。其实薛姐姐确是个随缘的，毫无锋芒。我还记得老祖宗给她过生日那年，她竟然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。我不明白，后来她就说，那戏词里有一枝寄生草，甜得极妙。漫问英雄泪，相离处世家。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，没缘法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。一任俺芒鞋破帛随缘化。
那日他对你说的这戏词，我也听到了，倒是禅语。见我很是喜欢，薛姐姐，她就转送于我。这个我倒不知。妹妹还在嫉妒吗？我自然是嫉妒的。虽说薛姐姐走得早，毕竟圆了你们的金玉良缘，可我又不该嫉妒她。她总归是我的好姐姐。我不是赵宝琴，你们快放我下来啊！放我下来啊！我不是赵宝琴，不是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啊，放我下来啊！哎，对，我不是赵宝琴。住口！我不是。哎，在哪儿抓到的？在八大胡同。哎呦，那么肮脏的地界你也去？秦二爷，不是，大人，我真不是赵宝琴。那你是哪个？我是甄宝琴。我姓甄，我不姓赵。我知道，你自然不是假的，你是真的。哎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大人，您是分不出真假的。我与那个真的赵宝琴是一模一样，就是我们两家的家人有时也认不出真假。那如何才能识别出真假呢？还是得找家里人来认。仔细查看，总是能认出来的。哦，那行，那本经堂就如你的愿，给你找个家人来认认。来人，把连二奶奶请过来。是。经堂大人，云翠庵的启玉主持求见。来得正好啊！这位漂亮的住持，恐怕与秦二爷也不会陌生。有请。什么住持？我不认识啊。大人。啊，启玉师傅来得正好。哎，正好，秦二爷也在这儿。秦二爷。你是？怎么？秦二爷不认得贫尼了？我是不认得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你啊。这位师傅，那咱们头一回见面时，我用绿玉斗请秦二爷品茶。绿玉斗？什么绿玉斗？那你林妹妹在云翠庵居停之时，3番5次的去与她相会的，那人也定然不是秦二爷了。自然不是我，因为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云翠庵，更不知什么林妹妹。哎，我自家是有妹妹的，确实与我一样，都姓甄。秦二爷，生死有命，男子汉大丈夫就这么怕死吗？为了活命，祖宗不认了，赵家姓氏都改了，这也太不堪了吧！经堂大人，这秦二爷是怕了，请你还是放了他吧。放他？那本官可不敢，他是侵犯，哪个敢放他？不是，大人，我不是赵宝琴，我是甄宝琴。经堂大人，连二奶奶带到。啊，有请。是。秦兄弟。您就是他们说的连二奶奶是吧？哎，您好生看看我，我是甄宝琴，不是你们家的人。今日啊，也让连二奶奶开开眼。这等六亲不认的人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。这哪里还像是秦二爷？弄不好啊，还真是个假的。这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，真真假假的，总逃不过我的眼。不过这有些日子不见了，我家秦兄弟好像还真变了点样儿。
哎，这虽说我和你家的宝琴一模一样，可你仔细瞅瞅，哎，你看，总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是啊，这近来的日子呀，咱家人人都过得不舒服，样子有些变化总是有的。比如说，像你凤姐姐我，整天呐伺候着京堂大人，清理家产账目，都快累死我了。不过秦兄弟，你好好瞅瞅我，看你凤姐姐我，是不是也瘦了许多？哦，凤姐姐是吧？可我倒是知道你的，你是赵府的管家奶奶，这恐怕京城大户人家人人都知道。可我真不是赵宝琴，我是甄宝琴。你也叫宝琴？我是叫宝琴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是甄宝琴，不是你们家人。是宝琴就得有玉。对了，你从你娘肚子里衔出来的那块通灵宝玉，你带了吗？嗯，大人，我看也只有这么办。他要是有这块玉呢，那自然就是我家秦兄弟；他要是没那块玉，那就是个冒充的。好，反正我是没玉的，一验便知分晓。来人，搜他的身。是。哎，大人，玉，我如何会有这个？这不是我的东西。那可是这块玉？是。不，大人，不是，我知道，赵宝琴确实有一块玉，这恐怕是他的，却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玉，我是甄宝琴，不是赵宝琴。行了，你就别解释了。来人，在，将赵宝琴即刻羁押在案，听候发落。是，大人，我是甄宝琴，我不是赵宝琴。大人，好了，案子结了。哎呀，还真是得谢谢莲二奶奶，不然还真把我给搞糊涂了。莲二奶奶，本官这就奉旨南下，去查抄贵府的金陵老宅，还望莲二奶奶一如既往，帮着本官把这案子彻底了结。草民一直都是帮着大人，也请大人了却草民一个心愿。我知道，你就放心好了啊。启玉师傅。啊，看来京堂大人总算是可以南下了。本官的心事，住持原是知道的。只要秦二爷在我这里，本官的女弟子总有一天会找来的。京堂大人是个有心人，所以凤圣玉，赵家有关有爵的侵犯，这就要给流放了。可是这位秦二爷嘛，本官却舍不得。就是说，贫尼可以准备着与大人共同南下了。是，都已经预备起来了啊！咱们这就一块儿走。走，快走！快，快点，走啊！进去，快！祁煜师傅，看看，那里可四面观景，是特别给你预备的，希望你还满意。京堂大人很周到，贫尼多谢了。祁煜师傅，请吧。
请。哎，内阁祝家人呐。不过是一艘船罢了，竟然也天上人间，待遇有如天壤之别。我不是待见他，我是待见他答应我的承词。我最钟情的宝贝。这位住持，其实很不简单，大人可千万不要让他给骗了。做的既然是期货生意，总得有点风险的嘛。